田小姐，看起来心情不错嘛。如果你再看一眼合同，心情会更好。刘总，我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很清楚，您怕是脑子不好吧 ？No， 田小姐，世界如此美好，你却如此暴躁，这样不好。万事皆可商量嘛。如果你觉得筹码不够的话，可以加；如果你觉得不快乐，可以加到你快乐。加到我快乐。刘总，你也回去慢慢看啊，慢走不送。唉，三顾茅庐只用了一顾，我真是不得不佩服我自己的效率啊！唐特助，让我们来看看新助理签的合同吧。好的。刘总，这签名是一种两栖动物吧？Round 2。田小姐，哎，你有病啊！大晚上的，你知不知道这人吓人吓死人啊？田小姐，上次的尾随事件充分说明你家附近存在危险因素。如果你答应做我的生活助理的话，我可以派专人保护你的安全。我不需要，只要你不跟着我，就很安全了。田小姐，我可是诚意满满，不仅可以派专人保护你，还以特助的薪金聘请你，你不考虑考虑？是真的，田小姐。田助理，你的薪水已经快比我高了。所以你到底图我什么呀？哼。哎，我身价过亿，年轻有为，我图你什么？图你力气大，脾气暴，不好惹？我只是单纯的想请你做我的生活助理而已。妈呀，甜甜，男朋友道上婚的，这夜跑还戴墨镜，哎呀妈，这给他嘚瑟的。不是，我没有。哎呀，他不是我男朋友。唐特助，是我的诚意展现的不够明显吗？刘总，非常明显。那是我的策略出现了什么问题吗？田小姐这个人看起来挺朴素的，她住的也挺朴素的，她应该是喜欢低调，您可能太高调了。明白了，低调。Round 3。西餐配筷子，香槟配塑料杯。田小姐，希望在你熟悉并且喜欢的地方，你可以认真思考你的决定。果然，你是刘霸总的脑回路都跟正常人不一样。刘总，我们谈一谈，你到底为什么这么执着着让我成为你的生活助理啊？这并不是一个什么不可替代的职位啊。但是你对我来说，是不可替代的人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没有胡说。
我是带着十足的诚意来的，田小姐，我是真的需要你。刘总，适可而止吧，感情投资没必要，我不吃这一套。三顾，三。